我在地上大条，咱来关心渔业署伫2018年是有公告讲，禁止渔船去到中国制造的北斗卫星通信设备。不过台湾基进即马是表示讲，去年有一只伫高雄红掠到运送毒品的渔船，顶头就是到北斗卫星的通信设备。即马嘛惊讲别只渔船也嘛有到，烦恼渔船在支援军演的时会泄漏军情。渔业署是表示，总共到非法的管制器材会依照电信法罚50万。渔船一只一只停伫渔港，等要出港。这几年为了安全，渔业署鼓励店船顶装 AIS 自动识别系统，侦测附近的大小只船，甲距离才会资讯。台湾基进10时召开记者会讲，2018渔业署公告禁用中国北斗卫星终端设备，不过也有不少渔船偷装。判决里面指出，台湾有渔船安装中国开发、频段未经核准、形式未经认证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备，用这样子的渔船来进行运毒，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，表示台湾的渔船已经成为中国统战的目标。台湾基情讲，台湾的渔船普通时就有建立通报军方的机制，支援各项演训。若用中国北斗卫星的设备，伫演习的时阵，惊会暴露军演的相关区域。渔会讲，阮用渔船袂去装中国制的设备，遐那军海会较侪是装日韩制造的，不过计小比中国制较侪2万以上。渔业署补助的是2万块，偷装的渔民可能是为着计小。中国机啊，有可能就是3万多块。那如果装日本制的或韩国制的，可能会到7、8万，甚至8、9万都有。渔会建议渔业署提供补助，让渔民袂去装中国机啊。渔业署嘛讲，使用也是买卖无经过 NCC 核准的非法电信管制射频器材，照电信法相关会罚50万，搁没收器材，而且各地方政府甲渔会协助宣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